前中共政協常委前先島嘅老闆何柱國咧，就係啱啱6月12號咧去世，就係享年就係75歲啊。咁先島日報喺何柱國掌管之下，點樣從一個右傾變成一個親共嘅傳媒嚇？包括喺美國被即係定義為即係中共代理人嚇，咁佢哋喺海外嘅市場咧，亦都不斷咁收縮。當然喺香港仲有一席之地嚇。咁先島到底係點樣嘅一個傳媒咧？咁今日咧，我哋都請咗前先島嘅加拿大嘅總編何良武先生，同我哋一齊分析下何柱國呢個人同埋先島啦。Vita 你好啊，你好啊，珍姐，各位網友好。係啊，即係我哋先講翻何柱國，你自己同佢有冇即係私人交情咧？同埋佢今次咧就話佢死亡嘅原因可能同新冠疫情有關，而唔係佢之前就話個 cancer 係啦。咁點睇就何柱國？嗱，我同何柱國就冇直接嘅私人見面接觸嚇，就我翻去香港星島開會嚇，都嘅見翻當時星島嘅頂層嘅同事，包括蕭世和啊、黎庭堯啊等等嚇，咁啊就當時都未曾路加到何柱國要親自同我哋海外星島嘅老總或者高層見面嘅，咁啊開會都係由香港主報嘅編輯高層編輯對編輯對口，佢係集團嘅上市公司主席，佢係同我嘅頂頭上司就對口嘅，即係開董事會啊各方面但係就知道何柱國嘅性格，我哋都從香港嘅同事口中知道咧。呢位老細咧，又係直腸直肚，有嗰句講嗰句，而且係唔會轉彎抹角。咁我哋知道老細頂頭大老細嗰種性格咧，咁我哋知道佢都唔係即係古老石山，佢都算香港，我可以話呢啲親共嘅商人之中嘅世界仔嚟嘅。佢自己喺美國讀書。佢自己亦都同中國維持良好關係。講個少少嘅秘密俾大家知，記唔記得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啊？係，冇錯。乜張曉明喺正式做中聯辦之前咧，係嚟美國同加拿大考察嘅。美國考察嗰時間，美國星島招待佢啦。咁啊嚟到溫哥華，咁啊我老細當時喺多倫多嘅總經理都係總裁嚟噶啦，就吩咐：喂，香港老細啊，何老細吩咐好好招呼下張曉明啊。張曉明當時一團人啊，有成4-5個就用佢係準備擔任中聯辦主任之前嗰幾個月，佢話嚟到溫哥華要好好招呼佢，就交個責任俾我，訂個最好嘅餐廳，開最好嘅菜，請佢哋食餐勁嘅。